左手跌低右手喺45度斜位升翻起，退步沉踭，轉腰推掌，倒練埋啊！反右手跌低左手又45度升翻起啦，退步沉踭，轉腰推掌，倒練。反左手跌低右手又45度，做多幾次啦，等你睇熟啲啦。退步沉踭，轉腰推掌，再做一次啦。反右手跌低左手又45度。退步嘅時候沉踭啦，轉埋腰上邊推埋掌，4樣嘢嘅，所以唔係容易嘅。彈開左腳，升到左手，鬆膝而前，左拍，反掌喺45度，身褪後，沉踭拖埋嚟啦，腰胯帶㗎，而家兩隻手落一步而前，腰胯身壓落嚟擠。開兩手，身褪後嘅腰胯先，反掌沉踭拖佢埋嚟，落一步反而升翻腰胯上嚟，睇到嘛？我手係完全係好被動嘅啫，我平時想到左腳，重心搬過嚟右腳，沉右踭，轉腰打開隻手，後左腳啊，後邊啊，下邊啦，跳腳拱手，彈右腳，升到右手，鬆膝而前，右拍。反掌喺45度，身褪後，沉踭拖埋嚟，連埋兩隻手，落一步而前，微微向下擠，開兩手，身褪後咗先，反掌沉踭先拖得嘅，我落一步而前一個身先，沉踭伸翻出去按。